各位兄弟，大家搞早，咱做伙来吟信息108首，伊来唱仁爱。伊来唱仁爱，伊捌我唱仁爱，伊是唱仁爱，伊甲我真欠情。这仁爱要演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手。伊来唱信心，伊捌我唱信心。伊是唱信心，伊甲我真欠情。这信心要演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手。伊来唱梦，伊捌我唱梦，伊是唱梦。伊甲我真欠情，这梦要演煞，着写做歌来唱，伊甲我当作歌手。伊来唱和平，伊捌我唱和平，伊是唱和平，伊甲我真欠情。这和平要演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手。咱伫以西结书的第7章，看见上帝审判的预言，宣布结局已经到啊！上帝要来报应甲审判，特别是伫犹大地的耶路撒冷。伫人所掠做当保护因的，总是伫上帝审判下底，一切拢是失去功效，袂当成做因的瓦靠，甚至连金仔、银仔嘛要亲像粪扫拼伫街路一样。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是第8章，第8章一直到11章是讲到伫耶路撒冷受上帝刑罚的时，遮的异象。今日看的第8章的1节到18节。是讲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内面竟然是拜偶像，才会情景。咱即时就来读今日的这段圣经节。第8章第1节，第6年6月初5，我坐伫厝内，犹大的众长老坐伫我的面前，至关上主的气力充满我，我观看的时，看见一个亲像人的形象。伊的腰以下亲像火，腰顶悬亲像会死的金属遐尼光。伊伸出一支亲像人的手，扭我的头毛。伊的神甲我举悬到空中，伫异象中，伊的神带我去耶路撒冷圣殿内埕的北门口。伫遐有一个座位，顶面坐惹上帝受气的偶像。伫遐我看见以色列上帝阴光，甲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相款。第8章圣经的标题会写以西结看见第2个异象。头一个异象是伫倒位，就是伫第1章第1节。所以咱会当讲第1章一直到第7章，这是先知以西结，伊看见头一个异象了后，到上帝爱伊成做一个下狗，袂当用讲的，就要用搬的、用演的、用行动的，然后就要剃头毛、抠喙手，然后就要互遮百姓用毋是讲的方式来去明白上帝所要讲传达的信息。然后伫第8章的第1节讲第6年，所以这个第6年就是约雅斤王做王的第6年。第1章是第5年，然后是6月初5，第1章是4月初5，所以安尼拄拄是差一年14个月。这14个月就是上帝爱先知以西结讲390日向倒倒面，
然后要有40日当正平这个时间来计算，差不多是安尼14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是伫阳历来看是主前592年的9月17，9月17号。离咱今日这个时间原来也不加紧哦。先伫以西结讲伊伫厝内，伊的厝伫地呢，咱若伫进前第3章15节，还讲到伊是住伫提勒雅比提勒雅比这个所在，也是伫加巴鲁河边的附近。然后即届伊随望过去这430天，14个月时间，伊袂当用讲的，但是上帝煞互伊的行动，甲伊所搬的这个结。互在以犹大的正长老就来到因兜，甚至阁坐伫伊的面前，表示先伫以西结伊遮的行动剧确实是有达到伊的功效。有几个长老知影这是出自上帝，就是要来听先伫以西结所要来上帝要传达的话。然后伫即个长老来时，上帝伊就继续后一个异象，就是即马以西结要看的第2个异象。即个异象其实甲头一个异象真共款，嘛是有共款上帝手来画伫以西结的心上，所以即个咧上帝的手是点伫伊的心上，然后呢，伊嘛看见一个亲像人的形哦。即个人的形伫和合本翻做火的形状，嘛是有翻译做人的形状哦。总是讲到即个腰的顶悬有光辉细纳，有光辉的色，即个金属遐尔啊光。然后伊有即个人的形呢，对伊伸一支手，然后来扭以西结的头鬃虽望进前以西结剃头们，但是检测经过这段时间以西结的头鬃嘛阁发起来，但是这嘛可能是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无拄完真正甲伊的头鬃扭起来。是伫异象中间，伊看到一个人的形，这个人的形是有这个会实的金属，然后是真有威严这个人呢就甲伊将加巴鲁就是这个巴比伦以西结伊即马徛家的所在，对空中带到伫空中。然后呢，伫瞬间就带伊带到耶路撒冷，向北的即个殿内来行，圣殿来行的北边的门的门口。这个所在检测就是以西结伊伫即个所在甚至大汉出世伫即个所在看伊的老爸伫圣殿伫服侍的所在。所以伊会当甲坐即个穿越时空任意门就伫一瞬间来到伫伊的故乡。总是等伊回来的时阵呢看见即个圣殿伫迄个所在有惹上帝受气的这个偶像踩伫迄个所在，表示讲即个圣殿呢去互这个偶像来占掉的。即个偶像是啥财就是伫圣殿内面服侍的人。但是第40讲伫遐就是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伫即个异象中间，犹原有以色列上帝因根即个以色列上帝因根所代表是啥物？其实咱就当看对第1章有真清楚。即个以色列上帝因根就是第1章的26节一直到27节、28节，就是讲到迄个穹苍顶悬的宝座顶悬有一个亲像人伫迄个宝座顶，迄个宝座顶就是亲像即马咱看即个火的形状然后有火的即个云彩有即个轻彩虹的即个形伫迄个所在。这就是先知以西结所看见上帝荣耀，这当讲是以色列的上帝，嘛当讲是这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宝座伫迄个所在。所以讲，这个上帝应该甲伊正前伫平原在第3章所讲的这个平原是看到的是共款
所以这当讲先伫以色列伫经过来到伫巴比伦安尼狩猎已经6年半的时间然后进前是来狩猎5年即马佫1年外以后6年半的时间伊所看见即个异象。咱继续看第5节甲第6节，上帝对我讲：恁主啊，你看北边，我就举头向北看。看见这大门的北边，伫入口有一身掠上帝受气的偶像。上帝佫对我讲：恁主啊，你有看见以色列人伫遮在做甚物？因伫遮做极通仰慕的代志，逼我离开我的圣所。毋过你会佫看见比这佫较通仰慕的事。所以伊上帝神甲伊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除了伊一来就看到遮上帝受气的偶像，检查就是即个巴力，嘛会是即个巴力的某亚瑟拉，即个女神，即个神像，踩伫迄个所在。总是伊看即个祭坛的北边，门的北边，就是即个掠上帝受气的偶像。就是即个巴力即个亚瑟拉诶即个上伫遮，总是上帝讲佫有比这佫通可爱，因为这是上帝殿，竟然甲外国的神明，甲即个迦南地的即个神明，拢摕来取代上帝，这就是公开来挑战上帝。第7节到第13节，伊带我去外亭的入口，我一个看。墙壁有一孔，伊对我讲：恁主啊，甲墙壁挖探过。我一个挖探过，就看见有一个门。伊甲我讲：入去，看因伫内面所做通仰慕的歹事。我就入去看，我看见四面的墙壁刻逐款伫涂骹得扫的画面，甲通仰慕的走兽。嘛有以色列人拜的偶像，有70个以色列的长老徛伫遐上的头前，沙番的囝阿撒尼亚嘛伫遐，因逐个人手捧香炉，香的烟庆悬。上帝对我讲：恁主啊，你有看到以色列的长老，因逐个人暗中伫充满偶像的房间在做甚物？因讲，上主看袂到阮，伊已经弃杀一块土地。上主佫甲我讲，你会佫看见因做真可恶的歹事。这第2个异象是有一个遮犹大的长老来到伫先伫以色列，来坐伫伊的面前，来到伫巴比伦。这长老凡是是对耶路撒冷来，凡是嘛有可能是狩猎做伙来，总是伫即个所在继续看到是伫耶路撒冷现主时，遮耶路撒冷遮敬拜上帝的人，包括遮的祭司，遮的服侍主的遮的利未人，甚至佫有遮的长老是代表以色列人民，遮的领导者。有70个长老，这70个嘛会当讲是摩西要去西奈山所带去这70个长老，凡是就是等于是全部遮的长老头拢伫即个所在，但是因竟然伫上帝圣殿内面徛伫菜遮的上的面前，甚至佫有就是咧甲伊烧香，就是摕香炉，甚至即个沙番的囝，沙番是虾米人呢？伫即个列王记下卷22章第3节，有讲到即个沙番是一个文士，也是迄当时南国犹大国的即个书记，伊是约西亚做王的时阵一个真要紧的书记。即个有人发现即个伫圣殿的壁有即个上帝律法的册。
所以就通过这个祭司就摕互这个沙番书记，书记佫读互王来听，王听着了后就拆离伊的衫，就知影原来是因的祖先犯罪，约西亚王才下令全国就要来悔改，另外转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话真正有提醒进入伫约西亚王的心内。总是迄当时即个沙番到即马以西结伊的囝阿撒尼亚、亚撒尼亚，伊个意思就是上帝在听，上帝在听。伊的囝呢，竟然是对遮的长老，然后摕香炉对外国的神明伫上帝的圣殿伫遐咧祈祷。所以咱嘛看到即个书记，遮个囝，伊的囝会对了。然后嘛看见讲，遮个长老呢是伫即个壁的后面咯，就是壁伫内底，表面上伫圣殿在敬拜上帝，事实上是伫即个墙壁乌烫过以后，伫即个壁的后面，伫遐偷偷敬拜偶像，就是伊想讲无人看无人知。但是呢，上帝互先知以西结，会当伫异象的中间，会当探过壁，看到伫即个壁圣殿的壁后面内底所在发生的代志，这是互上帝厌恶、苦恶的歹代志。然后咱继续看14、10甲15节，然后伊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北门，伫遐有一群妇女坐伫，为大摩斯神明提靠。上主讲：恁主啊，你有看见无？你要看见比这个搁较通厌恶的歹代。这个妇女为着这个大摩斯是一个巴比伦神明的名。这个神明伊就是咧掌管食的物件，甲掌管这建造的物件，包括植物。但是这个妇女呢，为着这个大摩斯在哀哭，检测就是因可能食也无够，也是建造也无够，修行无够。伊毋是来找上帝，甲上帝提靠，是找即个大摩斯，想要求即个巴比伦的神明，互因会当食较饱，填饱因的腹肚，无来找上帝。所以上帝看见遮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圣殿遮个长老也好，遮个富人人也好，甚至是即个官员的囝也好，大家呢对上帝无认捌。毋知影出问题爱找上帝，然后去找别国、外国、外地的神明，互上帝非常的艰苦心疼哩。16节，伊搁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内庭，伫圣殿的门口，伫祭坛甲走廊的中间，大约有25个人，骹接圣殿面东边拜日头。上主甲我讲：恁主啊，你有看见无？你看，犹大人伫遮所做通厌恶的歹代，减是小可，因伫全国逐所在做强暴的事，一再激我受气。因搁举手机拄鼻仔，用安尼侮辱我，所以我要对因发大受气。无要可怜因，嘛无要疼惜因，就是讲因伫我的耳孔边大声呼救，我嘛毋听。上帝互以西结伫即个神会当飞天正地，会当探过壁，来到圣殿的这边，搁到迄边，然后互伊看见这可恶的有25个人伫上帝的殿，竟然毋是拜上帝，是咧拜日头。这25个人，检测就是24个祭司，然后搁有一个大祭司，安尼加起来就是25个人。然后因所拜毋是拜约柜的顶悬拜约柜的即个上帝，因竟然是拜东边。虽望圣殿的门口是向东边，但是因拜是拜日头。伫列王记下卷的21章，即个马拿西做王的时阵，伊嘛为着要拜天顶的星神，来起坛，来拜遮的
天顶的日外星神。列王记下卷的23章，嘛有讲到玛拿西将这个战车甲战马来献互日头，献互日头。所以迄当时就抓上帝生气，总是伫先知以西结已经第2摆受掠到伫巴比伦，但是现在伫耶路撒冷的人，因竟然阁毋知影代志的严重，有缘用拜偶像惹上帝生气，所以上帝伫生气的中间讲，伊用安尼甲伊上帝侮辱，用手机拄到上帝鼻仔来就是足无礼貌的。所以上帝发大生气，无要可能。这个大生气就是对第9章一直到第10章，甚至第10章讲上帝应根来离开圣殿，耶和华的荣耀来离开圣殿所以互上帝决定要来毁灭，也要来毁坏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这大生气毋是上帝黑白发脾气，实在是上帝已经挡袂牢，忍袂牢。伊会当看见这个亚瑟拉的神像踩伫圣殿，但是伫边上帝因也就伫遐。但是上帝毋是无爱讲话，上帝是咧听候因真正知影爱悔改，但是一再无要悔改。所以咱看起这个信仰真正彻底的沉沦。犹大遮的信仰，不管是长老也好，是遮的官员也好，还是遮的妇女也好，还是遮的祭司也好，真正对这个已经烂到无药通医哦。今日这段圣经选的金句我选第8章的第30。伊伸出一支亲像人的手，揪我的头毛，伊的神甲我举悬到空中。伫异象中，伊的神带我去耶路撒冷圣殿内埕的北门口，伫遐有一个座位，顶面坐惹上帝受气的偶像。咱看去先知以西结去互上帝神来举悬，然后伫空中，然后会当对巴比伦一下来到伫耶路撒冷，也互我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讲到咱要被提受提到伫空中，伫遐甲主来相拄。嘛，阁有看到伫哥林多前书15章，遐讲到当咱过活了后，咱要得到一个阴间的体，这个阴间的体甲咱肉身的体是无共款。这是一个国外的奥秘，是上帝甲咱的改变，成做一个荣耀的形，伫亲像无过是伫这个地上的，是伫属天的形属天的体，属天的形。所以这个圣经节以西结先知来经历，也互咱知影，咱对主的人有一日等主国来时，咱嘛要改变咱的会朽烂的身躯。变做是袂朽烂，这个会死的身躯变做是袂死的身躯，咱会死亡去互主耶稣的圣力来吞灭了。今日这段圣经互我的感受，特别是看见讲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内面，竟然阁有遮侪偷做，无爱惊想讲上帝看袂到，上帝毋知影的事。但是其实上帝拢看到，甚至上帝阁带人来看，上帝阁用信心叫先知乌嫩壁然后呢烫壁，当来看到伫即个圣殿内面遮的败坏所以路加福音12章第20，耶稣安尼讲：无一项暗藏的袂露现，嘛无一项秘密的袂互人知。所以恁伫暗中讲的，话伫光明中互人听到。恁伫房间内耳孔边讲的，为互人伫厝尾顶宣布。所以上帝伊的目睭监察全地，上帝伊拢在甲咱看，咱就爱谨慎咱的言行举止，毋通想讲偷做，无人看，无人知，上帝拢真清楚会看到。今仔日的代志，就是咱着爱把今仔日的时机学习做光明的囝，
毋通继续秘伫黑暗中，成做魔鬼白贼的囝。咱就要用疼心、心实、用正直来面对今仔日咱所拄着的人，所要做的事，甲咱所要经过遮的物件，拢会当来因根主的名。今日是9月13，伫将近500年前，1541年，约翰加里文伊伫头一摆推动即个宗教的改革，结果去互人来流亡，伊有3年的时间去到伫即个法国的即个史特拉斯堡。经过3年，即个伊个会当重新转来到伫瑞士的日内瓦，伫迄个所在，过一摆、第2摆，伫即个都市城市来做教会的体制改革。所以9月13是加里文转来 Geneva 的即个日子。然后伊转来头一篇的讲道，就是3年前伊所还未讲了的迄篇，继续迄个经节的迄集，继续开始来讲，这是一个真历史上互人会感觉真特别的代志。今仔日是礼拜六，但牧师也要来去参加1919单车环台，要有头一摆的练习，来练习骑铁马，爱准备年底，要去为着急难家庭来募款的环台。然后咱继续为着即礼拜，不管是拜六甲主日礼拜中间，咱伫礼拜中间要来 test 咱的电子的投票，互即个系统，求上帝帮助，互咱每一个兄弟兄弟姊妹拢会当较早惯势来操作，也会当互咱伫9月28号的即个和会会当真顺序来进行，也会当真紧就当来完成选举。今日的祈祷就是咱爱专心专意来听上帝，来做每一项事拢是出伫对上帝的听。毋通亲像咱今日以西结所看见耶路撒冷遮的长老、遮的妇女、遮的祭司、遮的伫上帝面的圣殿内面的工作人员、神职人员，真做是假好的人，真正是惹上帝大大的生气。路加福音12章第8节、第9节，耶稣讲：我甲恁讲，伫人的面前宣认我的，恁主伫上帝的天使面前嘛会认伊；毋过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恁主伫上帝天使面前嘛毋认伊。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叹的阿爸爸上帝，阮今日通过先知以西结的记载，知影上帝当你的心临到的时阵，你当将人提起伫半空中，甚至带人来看上帝你所看到的景象。上帝你注目伫上帝的圣殿，特别是毋是即个圣殿的即个壳甲即个硬体，你注目所看的是伫圣殿内面伫敬拜、伫服侍遮人的心智。主啊，求你也提醒阮，当阮敬拜你、祈祷你、来追求你的时阵，互阮真正是专心专意，用疼心来疼上帝，也为着疼上帝来疼别人，亲像家己，也帮助阮来行伫光明的中间，无互遮的黑暗，无互遮的白贼，互遮的败坏，互阮秘伫黑暗中，互阮有主你的光来光照阮。互阮会当也成做即个世间的光，甲即个世间的盐，来保养主你的好名声。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吟圣诗208首，心内无为歹人不平。最
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